龍婆瑪哈斯拉師傅係現今泰國好有名嘅聖僧，師傅嘅廟就喺泰國東北嘅卡拉善，每日都有過千嘅信眾喺唔同嘅地方去到廟為求見師傅一面。琴日我就好彩，因為師傅落咗曼谷，仲去咗喺我屋企唔遠嘅寺廟出席佛教活動，終於可以親眼見到師傅，同埋喺現場聽到佢嘅祝福。我想講下嘅係我琴日嘅所見所聞。坐喺我隔籬個阿姐見大家坐喺度等，佢就突然間攞咗盒香蕉蛋糕出嚟請我食。佢話佢一收到消息就衝咗過去，所以都未食嘢。泰國人就係咁，佢哋都好守秩序，互相照顧。如果大家對龍婆瑪哈斯拉師傅嘅事蹟有興趣，可以喺呢條片度留言，記得點讚同訂閱啦。